呢度係影拍灣門位置最靚嘅聯排別墅，並且嚟講係東南向嘅，可以睇到嘛？呢度嘅位置係咪最靚嘅呢？我哋依家呢去睇一下呢一間坐西北向東南嘅聯排別墅，佢周邊嘅路面呢就係呢個情況啦。我哋依家入邊睇下房屋嘅情況先。依家我哋開始從門口睇起，前後花園嘅聯排別墅，呢一個呢就係影拍灣門東南向嘅。呢個業主呢係香港業主嚟嘅，當其時呢係三姊妹買落嚟一齊度假住嘅，自己裝修嘅，佢並唔係雅基樂個標準裝修嚟嘅。咁啊直接呢亦都係可以拎包入住嘅，但係家私電器呢都已經有成10年噶啦，可能呢要自己呢更換一下。咁啊度假小住嘅，可以睇得出呢一間屋保養嚟講呢確實係比較新淨嘅。呢邊個花園呢係東南向嘅，咁啊呢度呢仲有一個河溝嘅位置，咁啊可以與鄰居呢個距離比較遠少少嘅。咁睇下我哋呢個後花園呢個空間度呢，亦都係夠嘅。但埋大廳呢度呢，佢係屬於呢個6米中空嘅大廳，自住嘅就係130方嘅別墅，有住幾百萬嘅豪宅感覺。我哋依家上2樓，2樓過嚟呢就係2間房啦。佢呢係自己裝修嘅，所以睇得出呢，佢個保養呢亦都係比較好嘅。並且嚟講，中間個埲牆呢係揼咗嘅，咁呢邊同埋嗰邊呢一樣都係有埋一個衣櫃嘅位置，可以俾你擺衫嘅。呢個公共洗手間呢，可能呢將個馬桶換咗之後呢就可以使用啦。呢度呢就係3樓嘅主人房啦。呢邊嘅話呢，遺留咗衣櫃嘅空間度喺度，而且嚟講嗰度可以做個書台嘅位置。咁呢個主人房個洗手間呢，相對於嚟講呢係比較大嘅，而且嚟講呢個主人房呢，仲有一個自有嘅露台呢，係可以行出去嘅。我哋而家開門出去睇下，嗱，展示下。而且呢，業主將棚都已經搭好啦，咁樣呢，直接就可以簡簡單單收拾就可以入住噶啦。睇下呢邊個景觀視野，3樓望出嚟呢，特別舒服。佢係單邊位嘅第3間。呢間喺影拍灣門入邊嚟講最靚位置嘅別墅，就帶大家體驗啦。一棟3層前後花園嘅呢一款別墅嘅話係香港業主嘅，佢係度假住嘅，所以呢，你會感覺佢個保養真係好新淨啊！依家呢，業主誠心出售，賣緊嘅價錢190幾萬嘅，當然睇啱嘅情況下可以傾價嘅。咁呢，同時亦都係委託我哋呢邊呢作為獨家代理嘅。如果話想睇呢個別墅，想質呢一間最靚位置嘅樓嘅話，咁你喺評論區呢度 Q1，大方帶你質樓靚房。